Hello，大家好，有我 Daisy，今日同你睇個位於大圍銅鑼灣山上面嘅曉翠山峰。今日介紹呢個單位817尺，總共係3房1套啊。銅鑼灣山上面嘅曉翠山峰就幾安靜嘅。咁呢啲單位咧就有30年樓齡，新鴻基樓嚟嘅，佢嘅實用面積幾好用㗎。即刻一齊嚟睇片。單位嘅大門入嚟就係飯廳位置啊。咁已經見到擺咗櫃啦。4至6人嘅餐台，呈長方形嘅客廳啦，客廳非常之闊落啊！客廳窗外景觀就望住後邊個銅鑼灣山景，非常之安靜寧靜。走廊入去，房間同廚房、浴室，廚房夠闊落㗎。我哋睇到雪櫃、洗衣機，哇！所有嘢都齊晒，都好新淨嘅。工人房就呢度入邊，工人房幾大嘅，有窗添喎，哇！工人房第一間房間隔非常之實用啊，雙人大床3面落地應該都足夠。第二間房仲要再大啲添，曉翠山峰嘅實用率真係非常之高啊！你睇到呢個就係客浴啊，咁成個單位都好企理啊，見到裝修都新淨嘅，真係可以即買即入住啊！嗱，我哋睇下呢個浴室，業主咧就啱啱個啲地板啊，全部都執過晒㗎，唯一就係主人房嘅地板可能你要執一執嘅。嗱，主人房就喺呢度嘅，我哋先再望下啲房間，望出廳房同景啊，都係望翻後邊啲山景啊！嗱，我哋睇到啲山路。私隱度高嘅，主人房嘅浴室就喺呢邊啦。你如果對呢度個單位有興趣，即刻聯絡我，我係 Daisy，電話係92070684，多謝。